今次喺羅湖木棉花酒店食早餐，小南洋嘅餐廳環境都唔錯。我哋以沙律開始今日嘅早餐，沙律側邊有呢個炒麵，蛋類方面有呢個水煮蛋，仲有煎蛋。bacon 係即叫即煎，仲有我中意嘅火腿，凍火腿加埋蜜瓜係我中意嘅菜式。中式麵檔都係即叫即煮，我特別中意佢嘅雲吞麵。都睇睇中式嘅點心，總共有2款，分別係蒸粗糧、仲有蒸肉包。跟住睇下啲熱盤，款式都唔少，排列得非常整齊。有豆花、蘿蔔絲、白菜、豆角、茄汁豆，飲品有呢個豆漿同埋牛奶。炸物方面有呢個油炸鬼同埋炸鮮奶，我都好中意食。仲有各款麵包，有茶同埋咖啡，仲有粟米片，同埋各款嘅果汁。果汁隔離有酸奶，有幾款新鮮嘅水果。湯水方面有白粥，仲有小米粥。配料都幾齊備，有我中意嘅腐乳。呢個組合我幾中意，個早餐都令人好滿意。中意影片記得訂閱同埋分享。